細個嘅我係一個好驚事嘅人，驚黑、驚高、驚尷尬、驚跌，甚至驚同唔熟嘅人講多兩句。同學仔話去行山，我話驚跌親；佢哋話去玩過山車，我話淆底。有人叫我去唱 K， 我驚自己唱得唔好，怕尷尬，又推咗。好多嘢都未試過，就已經判咗自己死刑，我唔得。直到我15歲嗰年，爸爸病咗，係一個好嚴重嗰隻。一開始仲以為係皮膚病，點知一查係肺癌晚期。由嗰日起，佢就經常留喺醫院嘅病床。有一次，我喺病房度同佢講：爹哋，等你好返，我哋一齊去睇曼聯。你成日話想去外國睇波，而佢笑咗下，點咗下頭。佢嗰下笑，我呢家諗返起，先知對佢嚟講有幾無奈。之後嗰3年期間，佢慢慢咁連出院嘅機會都冇乜。佢成日望住個窗，話好想返屋企打開部電視睇波，又話好想同我哋一齊去大圍食沙爹牛肉麵，好想見到我考車牌同我一齊去遊車河。可惜佢一樣都去唔到，一樣都食唔到，一樣都幾乎睇唔到。臨走前嗰幾日，佢望住天花板，把聲細到幾乎聽唔到咁話：如果當時有去做，就唔會有咁多遺憾啦。呢句說話就好似100刀咁插咗喺我心入面。爹哋走咗半年後，我終於明白人生真係好短。我開始逼自己去試以前死都唔敢試嘅嘢。19歲報考廣播 friend 仔，好好彩咁一滴 pass。第一次坐過山車驚到喊，但喊完都想再玩。第一次自己一個去旅行，第一次上台分享，第一次同出邊嘅同學開會搞活動。而每一次我都係驚到想死，但做完之後先發覺原來自己得嘅。我依家依然會驚，但係我想講嘅係驚只係嗰幾秒幾分鐘嘅感覺，而後悔係一世嘅事。如果15歲嘅我見到依家嘅我，佢一定唔敢相信嗰個成日留喺屋企打機驚東驚西嘅細路，依家竟然敢自己一個去外國上台講嘢，同陌生人交流，咁去追夢想。所以我想同你講，你依家覺得好難、驚、好唔敢做嘅事，試一下啦。唔好等瞓喺張床上面，用嗰把好虛嘅聲同自己講：如果當時有做就好啦。而人嘅最大遺憾，從來唔係做錯咗啲咩，而係根本冇去做。多謝你，爹哋，你用你嘅人生教識我，原來唔係要夠勇敢先去做，而係去做先會變得勇敢。驚只係一陣，後悔係一世。